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文山分化场，一透早，将近30台的粪扫车都排队排到路口，司机苦等4点钟，也是无法度进场。原来是粪扫车落来，甲分化场的入口拆掉咧。司机讲，自从开放到烧喷了后，粪扫车逐工就排队排到长，非常的困扰。民进党的议员伫个议会质询，讲台中逐工至少500栋的粪扫甲喷，到底要安怎处理？台中市长卢秀燕讲，会积极来研究到中长期的规划。文山分化场的外口摆过6台粪扫车，拢塌甲袂顶袂当。我到路上整个贴那边，4个小时起跳，8至10左右。粪扫车对大门口一路摆去到文山南巷的外角，摆车600公尺，无法度入场。对日时等到暗时，环保局讲，因为喷伤重，雨水滴落到中下层的粪扫。粪扫怎出落去甲，但粪扫坑塌掉咧，害粪扫颠出来，袂当个等。所以2、3天之后就开始掉。早起当下到文山分化场，外口摆车30台粪扫车，司机怨叹讲，逐工拢等真久。如果这些厨余量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去化方式，清道口溢满出来的相关情形，一定会不断的发生。丢掉个烦恼，若是找无新的办法，这个状况一定会定发生。这也正做质询的话题。500栋的垃圾厨余无得处理。连阳批评台中3座分化场，去年逐工超有208栋的粪扫无法度消化，加上即摆的喷，逐工超有300栋爱处理。台中市一工上无都有500栋爱消化。批评罗市府过去7档粪扫政策无入格，这个敢讲是要规划到明年下进行。做一个中长期是个大计划，也因此我们有的东西要去建制。罗秀燕强调，目前粪扫地基调度无问题，会积极做中长期规划，预算也当咧调度，希望解决喷甲粪扫分化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